2026預苦期每天讀經。弟兄姊妹大家好，今日咧邀請咗兒童區嘅 Belford， 佢咧會為我哋讀出2月26號嘅經文。當時門徒進前來，問耶穌說：天國裏誰是最大的？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，使他站在他們當中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若不回轉，變成小孩子的樣式，斷不得進天國。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。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，沉在深海裏。這世界有禍了，因為將人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。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，就砍下來丟掉，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裏。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剜出來丟掉，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，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。經文讀畢，都邀請你弟兄姊妹，我哋繼續每日嘅讀經，每日嘅親近上帝。